这是我们打样的，对不对？对，泰雅成人语言文化班的由我们吴巴赫老师所带领。耆老吟唱，欢迎他们！掌声鼓励吴巴赫老师所带领的泰雅族戏剧与歌唱班啊！哎，六，马上起，歌唱班哦，哦，你们好像从部落来的呢，这是观光客吗？两个不够的，左右，不够很大的那个。各位亲爱的乡亲，大家好！我们是泰雅族语言班啊，我们这边呢，真正做到了这个族群的欣赏。那么我们这边呢有2个外国人，有3个汉族，有好几个这个不满族啊。那我们请那个澳大利亚的校门生问候一下。大家好，我叫西木。我叫西木。老陆马图干有 bus 啊，有 bus， 给他一个掌声。我们再给这个纽西兰毛利族的马上。好，因为前面时间太多了哈，我们只有3分钟，如果3分钟到了，自动把它切掉。好，来，请我们有 bus， 你到前面来一下啊。我们今天是要吟唱我们泰雅族这个老人那 Godas 的一个吟唱这是非常难得的。那个刚才我已经给了大家一个书面了哈，来，我们请 Godas 来开唱。哈拉萨库哈哈拉塔伊尼特达yan nawai musa sukapun inudan maku
各位亲爱的乡亲们，我们泰雅族1000年来，从我们的发源地迁徙到各个地方，我们的耆老告诉我们要相亲相爱，要彼此的照顾。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也祝你们家庭幸福美满，心健康安乐。谢谢各位。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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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马后一起鼓掌，谢谢你们。好，谢谢啊，我们最棒的泰雅族语老师，我们58个老师啊，他还像马英九总统一样在宣誓一样。好，谢谢我们这58个总统。好不好？哇，很有那个气氛，有没有？对，同样也是从外国人的口中，然后唱泰雅族的歌，真的。如果他族语认证，他可以那个过关了，没有问题。没问题。他就可以当族语老师了。好，欢迎来台湾教族语，谢谢。是哦，好，教英文嘛。教英文，哎，一举数得。对啊。好。树德在那个高雄。树德大学，树德家商是吗？好了，别闹了，赶快，我们已经比累很多了哈。好，接下来我不好意思介绍，接下来的班级就是金永兄老师帮我介绍一下。哇，这个班级哦，非常的很可爱哈，也很优秀。对啊，因为太棒了，这个班。这个班叫做网络广播制作进阶班啊，那个老师很可爱。他就在我的旁边，我们张明慧老师，谢谢老师带领的，这个，我要特别说一下哈，是，因为大家一听到广播，我实在是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要有一个静态的成果展，广播要怎么静态呢？难道每一个同学出来唱歌，还是讲话，播报个新闻之类的吗？不要，好像也不太好。前面就写。那个原民电台，广播电台就好了，后面他们再讲就好了。对啊，所以我们这次有想到方法哦，非常特别，静态广播剧。对啊，好，你们还能够搬上舞台，不简单。对，我们学员真的很用心，也很优秀。好，这个广播剧叫做就是那个玩笑。哇，玩笑可大了呢！欢迎。要不要麦克风？不用麦克风啊，好，完全不用广播剧。好 ，OK。广播啊，广播班的学员声音有点问题吗？那个有一些已经在线上里面。对，有一些也有在做广播的工作了。对，那其实大部分的我们的学员完全没有广播的基础，真的。所以大家一会大家可以听一听，没有广播基础，但是也可以做到这么专业。对，而且我们的录音完全都是在教室里头进行。那要看老师的功力了，对不对？台北市原住民部落大学集合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你我也许长相不同，肤色不同，族群不同，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有爽朗的笑容。不时传出阵阵的笑声，课堂间发生的小笑话，这是部落大学的小确幸。某一天，圣五劳服装设计及时尚入门原住民服装模特儿训练课程的王志凯老师，经过了1楼志工服务台。各位美丽的志工姐姐 ，Bonjour。啊？你说什么？Bonjour。好，掌声一下好不好？耶！
广播主持人还会跳舞呢。等下我们阿斌老师要跳了。Bonjour 就是你好，你好。啊，Bonjour，我还蹦刚嘞。本学期最优秀的学员，我们都在看你跳。虽然彼此有语言的隔阂，但原住民的幽默也还是要有的。给个掌声好吗？又要录音，还要小动作，很辛苦的排舞。Come on！ 某一天，莫大学内的校务会议中，学务长说：“最近电脑教室的东西常常会不见，像是滑鼠啦这样的小东西，请讲师们跟同学传达，要爱惜公物，请不要偷走带回家。”这时，布农族传统歌谣与乐器及原住民植物编的林马吉老师举了手。今天做我打了马戏，哟，这是马戏，好吧，拍下场林马吉老师请说。学务长，用偷的真的很不好，我回去绝对会告诉学员们，不可以偷，用拿的就好。同学们，滑鼠不是飞鼠，飞鼠可以用打猎的，滑鼠就不可以偷拿去。以上剧情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Come on！ 哇，你们老师也是那个年代的人啊！这是卡拉 OK 背歌曲。Come on！ 世上的人来这样说，你却看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对不起，我不太懂。谢谢。我想我们第一次能把广播剧呈现在舞台上面的，应该就我们这一班了。完全都是学员们的创意。不得了呢，这个创意很棒呢。还会跳那个 kiss 那个什么街舞。街舞好。我还以为这位是总监呢，一直站在那边。原来是学务长哦。人家已经在这边跳很久了，他还是一棵大树。那也不太像树啊。不错。对，我们赶快进行下一个。好。因为刚刚我看到老师在旁边，麦克风，快点。台湾族文化与语言班级的杜若琳老师，我们杜老师，所带领学员们，传承古调，对不对？哇，杜老师好。好，两位主持人，玛丽，马萨罗，终于轮到你们了，这样子我们在这里等好久，我好累了。你们先去吃晚餐，对不对？吃晚餐了哦。等一下吧，那个等一下之后的事吧。对啊，好。其实我要介绍我这班台湾组最优秀的孩子们，请登场。不是，我在后面。我们后面。说真的，这些孩子都是不容易的，都是离乡背景。你看看这个这个台湾组有见过这那么帅哥美女的吗？除了我以外吗？
哎，他们都很棒。来，走，两个两个。你不那么路上两个两个。啊，你不，我不得他们，没那个他们。好，我特别要介绍来我们的麦克风。好，其实这些创作都是他们的，他们爱怎么做，我觉得老师真的就要尊重他们，他们都是很厉害，比老师还厉害。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成员呢，这个班级呢，有的是一家人，一家人都来的，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传承是不容易的从家庭开始，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我在这里特别要广告，你们一定要从家里开始唯独从家里开始，你才可以出去找人还有兄弟姐妹的举手，兄弟姐妹的，你看给他们鼓励鼓励。还有汉族的请举手，汉族的一家人的阿公来说那进来说两个一个嘛2人水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就来静静的来欣赏他们的节目。我想他们的节目是一连串的看到你不想看因为我们要赶快跳，我怕了到6点你就看不到台湾组了对不对这就是台湾组的特色，对不对？对，掌声尖叫。好，我们马上就开始了。好，首先要看的Baik, cabai-cabai ama punya tusuk maka paling anga cidai lakwa natiaman maka subuh-subuh saka kisakuan naman na kitulu na nimicaka salisian takai tatua kakudan Inala ilaye Naritanan Benar coba berdasina miringanan Inala ilana Beladasina miringanan Inala aina iroma Inga le au inga le o inga lan hila ya ila senaya mabunya daya una jenana gemarido ilahi oh yero mama teraloria naya iro oh yero maria Cabai ama punya tanya Punya jenana kemari do ilahi Oh ero mama terlalu iya Ngaya
Ula janana kemari学姐们上去。我爱你，少爱你，爸爸呀。
那不来呀，嘿，有雨有阴会呀，拍手，继续的热情呀，那个学姐们，你们上来跳，通通上来，出来，不上来跳，表示不喜欢我们，来上来跳，来这里是呀，现在是老师不好下跳，不来呀，呀嘿呀嘿，来这里是呀，哎呀，来这里是呀，家家不来呀，呀嘿呀嘿，我爱在爸爸呀那不来呀，嘿有雨有阴会呀，会有雨会呀，会呀会呀会呀阴会呀，Imada sungada na pasmaraniana, pamjezua imana, pamjezua imaza, bidang dengin, jalina jujulan， 谢谢你爱我们。我的意思说你是帅哥。还有美女。这是感动。我们这个，来，我们给我们台湾子歌唱古谣的谁忘来接唱？校长出来。 Sawayo aku ai cabari Angkio bangkai aban jono ni beriani ho mau pi Are mai rai rakura di simanga Ona yo sia sia Ona yo sia sia Ona yo sia sia 好，掌声鼓励！好，谢谢我们台湾组啊，带我们跳这首歌哈。谢谢。哑巴，马赛罗。你看，你也偏黑了。不要天黑了，后面上面都很准时。后面还有白的人要唱歌。好，给我们台湾组掌声，谢谢。好，马赛罗，好，热情哈。赶快用那个6点之后的。